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节目一开始，我带您去到宜兰阳山乡的松莲鼻。松莲鼻体会拍470公尺的山峰，一群对土壤新竹赛过去的行业，顺论松莲鼻开垦，体格有4-5吨人的哟。这只的生态规丰富，台湾阳山水生植物种类，这片是由1/3按多人行做水草王国的。不过，民国82年家下，由诺贝过去的地主提松莲鼻整体병水，造成生态危机。虽然有一群保育人士为出境内来抢救，同种人保留下来，到今也都生活还是无办法回到伊人本地生长的蔬菜。保育同农民爱落实之间又有哪样的冲突？用来做哪会对大家如何呢？向下来看。些落毛天因爱出澎湃，出向许多北方国家，将人每日前地方集合流动类，台湾当多所采都落些嘞。除连俩涨高470公尺嘅宜兰松莲鼻，慢慢是落些落到安泰，还那面头前俩3度嘅水种头，其实是系一类传统嘅客家种。因为客家人呢，就有两位青岛就像老、像酒、像果，然后像俩四态像哦，互相之间拢有亲戚关系啦。因为头摆俩3度，冇人就嫁到俩来呀。松莲鼻行人大体对土壤中为了新竹关系来嘢，加上新人本人咪拄好为前人来俩亏钱，记得处理俩安家乐福。所以有水的人就话有聚落有火风，有水你当做在耕种，当做在所以今日来到俩时节，嗰下就有2只鼻汤的时就上到俩风景又清江，俩味又拄一个雾的山雾的，所以今日落耕种啊。对吧？阿公个咯，啱过啊，收盐咧，对吧？收盐咧，过出来哟。阿公个时节来，也冇路冇条也冇了路啊。攀山咯哟，也可以看哦，也全部树那了。85岁嘅赵元昌喺松莲鼻出世，家属係隊長揾來嘅。跳擺日都天啊，全部樹喎，樹喎樹啊菜後來吼，cái水準冇去修理啊，快起去咧，冇條修理咧吼，肯天天就按嘅。又冇水來吼，咱啊幫佢放去，還種培養種也菜啊。佢頭擺了有上皮到下皮，有2隻皮，因為下皮就綠化的嘛，就冇水的狀態咧，所以剩了上皮啦。封面水工讓日節，係就冉冉嘅山線來幫襯食材很正。松蓮鼻係千年安有嘅鼻湯，就17公尺安法。第27個日報22中介水產區域，台灣陽山水產區域3股入1股都地倆，數至人工倆係水草王國。也就是山上干扰又少，又一直下雨，湿度又高，那候鸟就会常来，它已经快陆化。它既然只到1公尺、1公尺半，所以呢，如果候鸟在水面上一大便，就会种子可能就跟着大便下来。世界條大類豐富物種，喺松蓮鼻上經業蛋，研從研究鼻通度也顯現喺倆張樹界草掘見幹。它原本可能在湖域旁边，有一些禾本科植物往水面上长，一直变成好像一个草毯，浮在水面上。可能台风来之后呢，它可能就被扯离出去了，可能在湖的中间。全世界長達幾老台灣有未曬會嘅草櫃，透過營業探美肉，幫每本人產體，連下市中松蓮鼻入庭。然後松蓮鼻三面是山嘛，所以可能風在吹，它會形成一個地形風，可能會這樣轉，或是這樣轉，然後最後就糾結在一起，它卡在一起。那原本是陸地的植物，它會爛掉，泡到水間久會爛掉。可是水生植物很多。那可以看到上面很多一顆一顆小小的捕蟲囊，那綠色的部分就代表它還沒有吃過蟲的，那它就用這個囊呢來抓那個蟲，
黄花梨藻，因为它会开一个，它开花的时候会像这样收出一个花轴，上面会开一朵小小的黄花在水面上。它的叶子看起来就跟葱很像。它以前它在田里其实长蛮多的，是人家还蛮讨厌的那种杂草。那它的名字叫做田葱，它里面有很多一格一格的气室。那这个结构呢，可以帮助它把外面空气中的外面的空气呢，直接传达到它底下的根的部分。有啲重地方，不嘅植物都係對松蓮比長久出來嘅，只係底下都種唔轉起嚟。那因为它早期是属于私人地的时候，有被人家人为整地过、除掉过。我们协会有非常多的志工去帮忙，把这些水生植物呢抢救到别的地方去，把种源保存下来。民國86年，原來嘅地主建發建旱水，水生植物是太多，現有嘅物種太快搶掉一半，歸解料未少太多。它现在里面有太多的一些外来种鱼类在里面，所以造成现在这些水生植物很难的回到双连皮的水里面，因为它会被只要嫩叶长出来，就会被那些鱼吃掉。本單核前合片嘅松蓮比本應為嚟個後變加凍淺，對水動兩高掠到嘅生長都當唔好，底下掠到花巴是係幾多嘅平難數，還有本單種地比同時東部嘅水流數沒控肉。那時候因為地主他要開發嘛。所以很多很老的树都被那时候被搶救，然後移到平地去種了這樣。下後贊助天天種到轉類，風沙協會落類個後，未清主顧窮下類輔助。我們把中間長得比較茂盛的，我們把它移回去水岸邊種。對，所以現在已經移回去大概快100棵的水色柳回到水岸邊。水流樹係台灣鐵柱中好入水嘅環境，全台灣爬毛之前頭，佢係公馬毛強頭，種藝世界種公界，未會種馬界。不能全部都是公的，也不能全部都是母的，這樣才富裕上他們自己之後才能自己去授粉、去繁衍這樣。松蓮比發生生態危機過後，民國93年，宜蘭縣政府是提5000萬元，讓松蓮比轉手嚟做保護區，是係高廠冇乜順時，只係見面抗議。去啊，叫我電收去，電收去，便宜，用1000元、用3000元又做得，我要做為是玉樹來做家頭人來的。祖先的辛辛苦苦開墾來嘅，對吧？日據時代又開墾來嘅。捨不得放棄啦！遊覽車去10個人去台北抗議啊，立法院啊。第一個什麼是保護區不清楚，那可能劃設之後變公有地，那我主場我的權益會不會消失？那現在保護區範圍那麼大，以後會擴大，一定會很多的擔心跟猜測嘛。民國99年，風沙協會老已經回教嘅台府貴校松蓮分校票到類，正式落嚟了，推廣環境教育，做職工訓練，希望下同意從下類保護了。你知道哪一個才是土肉桂嗎？應該是第一個吧。第二個。對，這個。這是甜的才是哦。對啊。第二個才是嗎？比較沒味道，那是。比較討厭。它就是用石頭蓋的，它是石頭。然後為什麼要用石頭來蓋這個？暖下來。不是原因之一。就看旁邊就知道嘛，還有你剛剛地下踩過的地方，我們這邊石頭非常的多。現在的湖跟以前的湖差很多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就是盡一份心力去保育、去復育一些原本在這邊的那個動物或者是植物這樣。是係實保護區嘅爭議，一直到見財田議對外田議係冇乜幸福，協會嘅議未做到當件事。我哋冇乜反應嘅人，做乜單？啊，冇似吱喳喳樣，哦，你衰唔得啦，聽我其實萬種跑啊，臭年啊。OK 哦。係啊，係錯咗做唔得裝，用完做唔得，哦，他有其他目的的。有許多人員都在那邊看守啊，說叫你們不要把它破壞啦，怎麼啦啊，兩岸中心的全部是私有地的，這裡冇敢做到為了省飯嘛。那因為剛來的時候他們也不認識我們，所以他們也不知道保育團體在搞什麼鬼。保育團體不就是為了幾朵花、幾隻鳥、幾棵樹不顧人類死活的團體嗎？他們很多人的觀念是這樣，所以他們也在觀望我們在做環境教育到底在幹嘛。下後天天嘅老村民告白，村民未長還了解幾多。聊聊天、買菜，
或是到后来就什么帮他们家电视坏掉了，弄天线、修电视，车子卡在田里面，开车把它拖出来，我慢慢建议他们就会发现，你们不是拍人嘛？比如为打招呼啦，说早啊，你们辛苦啦，怎么啦种菜很辛苦，怎么样这样？所以头摆影响老年下嘅影响有冇咁樣咧？有長撇真多。總主委認為環境教育係重人嘅投資，唔過遇到事情天朝嘅眼皮鬼神，就係保護起嘅維護領導，下幾年啲保育係個冇老菜體結合，沒冇頭。好像你跟他說，阿公，我們要保護生態環境，要讓這邊水質變好啊，讓那魚啊、蝦回來啊，這樣子好不好？他會覺得，做這個要幹嘛？我倒不如花時間把我的菜顧好。村民大部分還係用路頭擺傳統嘅方式來耕種，不過兩位係宜蘭平常嘅水源頭，一落水就可能老虎養活，大到下節。松聯比生態豐富，台灣3股有2股嘅怪個地理都看得到，美食記錄到台灣時尚嘅農業嘅種類，還有當到保育類動物，為到保護環境，未考慮到農民運用辦公記得，豐沙協會希望農民歸用摩托嘅方式來耕種，未撈幾多田賣。阿公他們挖回來之後，就像這樣，看到每個都這樣。他所以等於第一個步驟的話，種了一顆一顆的，就要給它剝開來。今年農業睇賣有價較好冇？漲很多哦！以前愛自家種自家賣哦，就拿路邊賣啊，人客來哦，緊飯到牛皮嘢哩啊。那一直跟他溝通其實沒有用，我們就幫你賣。他們的觀念有點就是，那個韓籍呢，一斤得起低呢，那個一斤不是18塊、20塊的東西嗎？那你現在賣到40塊，好高要求這樣，他們覺得怎麼可以賣到這麼貴的價格？老水用老豐沙合作5、6年咧，雖然條下馬未當衣服，不過佢未當上嘅絕困難。唔樣講，研究試看下嘛，佢做得研究來通去治討嘛，安尼做唔得，研究放棄你也冇乜嘅關係啦。落水藥，啥藥啊？啥藥的？冇乜些藥品的。自己吃的吃不完拿來賣啦。假日星期日、星期六，你就看到個拍出嚟，你從曬去到鳥哦。你來太陽花這裡採。另外，豐沙親自推賣來提手，除了老農民票提時間來耕種，為小朋友來體驗，那這方面未出錢老農民開做，無論產量幾多，無論都是降下值。那這個呢？胡蘿蔔。對，這個是胡蘿蔔。這也是哈，我們有撒一些胡蘿蔔，所以這個是胡蘿蔔。這個不要當雜草拔掉了哈。親子團的契作面積大概是5分地，是從去年才開始。那目前大概有250個家庭來參加。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這些農友們能夠轉型做有機農作。那轉型做有機農作，為的就是要保護這邊的水質。所以對荒野夥伴來說，環境的保護的議題大於說我們到底種出來的成果。這對我們來說，環境才是比較重要的。用做有機嘅，攏冇先農藥，還從雪鐵，還扎個少，跟攏冇先採農藥。而家親子團哦，一家務出掉啊。那個甚至中本嘅就搞嚟摘。豐沙協會就設計主攻老平推，總入維修嘅係提供南機豐沙每種類，從買冇難氣，所以希望建議為入求師為做出設計品牌。它都是一個無毒的食材。那雙皮的食材有名之後呢，變成今天白豚如果不在這邊的話呢，有市場的需求，民眾還是會跟他買，他們就會願意種下去。做得匆匆悠悠做零下去，保育未曾唔會停下來。松聯比就豐富嘅同植物生態，輔助嘅10個月，恢復出蛤蟆肉本單嘅10個月。豐沙協會認為，
天然界本湾基天然，除此未准透过嘅水草风轨，怪个嘅天通，还能以自然色系得到最大理解界。